牌。李生，请就位。你。刚来参加我们日照中心的一个开幕的一个典礼。我想我去年2月到辅导会以后，那么正在推动长照2.0的工作，这政府重要的施政工作之一。因为我们各个乡镇市区几乎状况都一样，年龄的年长的这趋势比例逐年在增加，所以政府在推动长照2.0当中，跟我们辅导会有关的，就除了我们荣民总医院以及它所属的分院以外，我想最直接可以参与的，也就我们各荣家了。那我们当初在荣民总医院3个总医院12个分院，总共15个荣总医院分院已经有这个日照中心，后来逐次在被强化。那么对我们荣家来讲的话，今天这个地方是我们第3个，我们总共有16个荣家。目前我们先初期的在北中南要各成立1个日照中心，这个成立就可以当个样板。这个是湿化，湿贴化，湿贴化，湿纸化，湿贴化，湿贴，湿贴化。最里面，然后外面他们一些谢谢大家。可以的，我爱你哦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组长。